注意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到正文第44页，已经解说到正文第4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10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10节，就是解说到日前现恶。即嘛应该呢，对下面刷落去继续来甲咱各位说明。下面就是后往南岳大千禅宗，这段就是说明怀让禅师。这位南岳怀让禅师呢，可以讲就是对禅的道理啊，有相当的成就。因此呢，到甲以后啊，就离开了六祖慧能大师，去南岳去弘扬禅宗。在前面所讲的啦，就是讲这位怀让禅师在六祖的门下亲近六祖有15年还遮久，在这个中间呢，一直接受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指导，因此呢，对禅的意义，对禅的境界，就一日一日会当好进入去深奥的所在。亲近了15年以后，这位怀让禅师呢，以后啊，就是到这个南岳。那这个南岳就是一个地方咯。这个南岳呢，就是属于衡山迄个所在。本来山大的呢，名叫做岳啦。啊，这个南岳就是衡山。在衡山迄个所在啊，底下来大千藏风啊，这个禅宗，千就是讲千用，就是讲底下呢大呢来千用禅宗的道理。在南岳有一间叫做八戒寺啊，名叫做八戒寺观音堂。这位怀让禅师就踮在迄个所在，这个大呢就大了有30年。在30年这个中间呐，就底下呢大进藏风，所以怀让禅师面顶啊加入去南岳。这个南岳呢，就是伊大的所在。那边特殊大慧禅师，就是讲到以后，伊离开世间呐，就受特殊呢，名叫做大慧禅师。伊是在天宝的3年8月11日离开世间。迄当时阵呢，伊是68岁，也因为受到唐朝皇帝器重啦，就改特殊名，叫做大慧禅师。咱从这个所在可以了解，当其时佛法之性，也境界当好了解禅宗之性。因为当其时在高僧大德，拢是受到当时朝廷对呢器重，对呢尊重。咱即马对这个怀让禅师这部分已经解释了，
因此是刷落呢，就是要来解说另外一段。另外一段，这是六祖慧能大师说法道讲的俗语第十啊，就是对伊的弟子说法的第10段，就是应家贤觉禅师。下面我若是来向各位来念一段经文，再来解说。正文就是应家贤觉禅师，温州第四子。孝习经论经天台之观法文，因看为摩经发明心得，五师弟子贤斥相仿，依其极淡出言暗合之作，斥引仁者得法思随，曰五天方定经论各有殊信。晓以为摩经悟佛心中，未有证明者。斥引为阴王以前积德，为阴王以后无师自我，尽是天然为道。或愿仁者为我证据，斥引我言轻，早起有六祖大师，四方混集。并是修法者，欲去即以改行。咱即马正文呢，就念到这个所在，下面就来向各位来解说。在这段所讲的呢，就是有关系应家贤觉大师到甲六祖慧能大师的所在来去参访的一段因缘。即马遮所讲就是讲，应家贤觉禅师呢是温州第四子。这个应家贤觉禅师，伊的法名叫做贤觉，因为伊是应家的人啦，所以正名叫做应家贤觉。这位应家贤觉禅师。但是用年代讲起来，伊是在纪元675年甲713年的人，伊是在温州应家县的人。应家呢，就是属于浙江省的应家县。这位贤觉禅师是属于第四子。第四子就是讲，伊是姓第。就是姓第的一个人的子弟啦。一边讲孝习经论经天台之观法文，那根据我顶会员所讲，这位贤觉禅师真正少岁时就出家，出家了呢，就非常的认真。来去研究经律论三宗的教典，所以在这个所在才讲做孝习经论。经呢，就是经律论三宗其中的经宗。经宗就是咱世尊金口所说，像讲《法华经》啦、《涅槃经》等等，这拢是属于经。论呢，就是菩萨啦。或者是讲祖师所著作，像讲唯识论啦、俱舍论啦、中观论等等，这种叫做论。这位应家贤觉禅师，真正少岁出家就对经甲论有相当的研究，尤其是呢经天台之观法文，这个经就是精通的意思。就是讲，这位贤觉禅师，尤其是对天台的止观法文非常的精通。天台就是伫指地家大师，地家大师在天台山以《法华经》作为伊所依据的经典，就在迄个所在来弘扬佛法，也创立一个天台宗。因为是在天台山所以叫做天台宗。
这位智者大师有小机关六妙文，搁再有摩诃机关。伊遮所讲的天台机关呢，所指的就是属于摩诃机关。机关呢，甲禅啊有通的所在。这位显教禅师本来是亲近天台第四祖，名号做慧威，来学习天台。可以讲，就是甲这个天台第五祖的显朗是同门兄弟。以后呢，受到这个显朗的鼓励，所以结果呢，就甲这个显彻禅师交甲做客来去参访了做慧能大师。这是在《敬德传德录》内底所记载。咱即马讲甲这位显教禅师真正精通天台机关法门。下面讲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得，讲伊呢，因为看到维摩经就发明了心得。维摩经应该呢名号做维摩诘所说经。这个维摩诘所说经是妖精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改翻译过来。咱现主时呢也相当的盛行。这个维摩经内底所讲的乃是单篇特效探大波丸，所以叫做单篇特效呢，就是讲对这个篇的啦，或者是讲小乘教的拢改排斥，对大乘原教法门就尽量呢该赞叹，尽量该弘扬，名叫做单篇特效探大波丸。因为咱世尊出现在世间，伊的用意就是为着一代事因缘。那所谓一代事呢，就是希望一切众生会当好来开示悟入菩提知见。但咱小乘根基的人呢，未堪去听到这款的大乘佛法，所以咱世尊成道迄个时阵，讲《华严经》痛佛本怀，就是讲将伊应该讲的话讲出来。也将伊自己所悟的境界道理呢，拢给搬出来。不过在迄个时阵，一般的小乘人或者是讲凡夫众生根本就听无，咱世尊就不得已才来讲这个小乘法。也讲这个小乘法，当然就是讲四谛啦、等等啦。不过呢，因遮的小乘人听到了呢，以为讲这就是因所追求的目标。结果呢，就着在这个小乘法中，大部分人拢偏求自利因此在方顶会中，维摩诘居士呢就假讲一人唔好，也咱世尊派了真正一个弟子要去甲看病，每一个弟子拢唔敢去，只好咱世尊带去咯。咱世尊带这弟子去甲维摩诘居士看病，迄个时阵就在那所在谈论佛法，那所谈的呢，就是拜帖小乘，就是赞叹大乘法。使这的小乘人会当来回向向大，会当来发菩提心，来行菩萨道。这是这部维摩诘经的大意。这部维摩诘经就是教咱来成就佛道一部经典。所以，这位显教大师伊看了维摩诘经呢，就发明了心得。这个法就是启发，明就是明了，就是讲对心得启发明了，安尼叫做心得。为什么叫做心得呢？这个心得事实上就是咧指咱的心。那心就心得法，为什么该叫做心得呢？因为这心是万法的根本，心会生一切诸法，就假像讲这个土地会生出种种物件共款，所以名叫做心得。搁再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咱学过修行的人是依着心来修，心就是咱修行之地啦，所以呢名叫做心得。在心得观经内底，对心得这两个解说，
就是讲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究竟沉沦。众生之心犹如大地，五谷将大地生。如是心法，成世出世善恶五处有合无合，独觉菩萨。及以如来以此因缘，三界为心明为心地。这意思就是讲，在欲界啦、色界啦、无色界，以这个三界中啦，是以心为主，也会当来关心，就会当来得到究竟解脱。那是袂当关心呢，就究竟就沉沦。咱众生的心呢，就敢若像这个大地共款。大地就是讲这个土骹咯，这个大地这个五谷呢，拢将这个大地所生。事实上，不只是讲这个五谷就是讲在这个大地中共款啦，也有这金矿啦、银矿啦。咱现在是所用的这石油，拢是对这个土骹抽出来所以这个土骹底会生出了真正这物件出来。这名呢，叫做讲做将这个大地生。咱这个心会生出了世间法、出世间法，或者是善法，或者是恶法。天人畜生五鬼地界的这五处，也是将这个心所生。这个有学位的这小乘人，或者是讲无学位这阿罗汉，或者是讲独觉啦，或者是讲菩萨，乃至佛啦，拢总呢都是将这个心地所生。由于这个因缘，因为是三界为心所以这个心呢，就名叫做讲做地。咱这就是解说心地意思。从这个说，咱可以了解，所谓心地，这就是讲心啦。也发明心地，就是讲这位显觉大师，伊在看《维摩经》这个所在就是对于自心呢已经有发明了。那这个自心的发明，就等于在禅宗所讲的这个明心见性。下面五师弟子现切相仿，这个五呢，可能也有读咬的意思。这个咬跟五，可能只是属于中转音。这个五就是讲拄着了。这个师就是在指六祖慧能大师。讲有一天，伊拄着六祖慧能大师的名，叫做显切这个人来相访。相访呢，就是讲来拜访。伊去结谈出现暗合著作。伊去结谈出现暗合著作呢，就是讲这位显切，伊呢就甲应觉这个应觉显觉大师呢，伫遐畅谈。这个结谈就是属于畅谈的意思。这位显切禅师呢，是属于金华的人。伊出家了，是游化在各方，以后呢就去亲近六祖慧能大师。以后佫倒在金华，也是共款伫遐伫咧弘扬禅法。伊甲结谈的结果呢，了解伊所讲的话暗中呢附下着这个著作。伫这所在，所谓名叫做讲做著作呢，就指达摩祖师啦，以下乃至甲六祖，会在教义，也就是讲附下着禅宗所讲的道理。迄当阵，这个显切就问伊啦，讲切因仁者得法殊随。切就是这位显切。显切呢来问，讲仁者得法是殊随。仁者就是咧指显觉，就是讲称呼显觉禅师，称呼一声仁者。讲你仁者得法是殊随。讲你得到这个佛法，
是亲近倒一个师傅呢？伫遮所讲，即个师呢，当作讲亲近学习的意思。所以师髓就是讲，你亲近什么人，你是甲什么人学习的呢？安尼叫做仁者得法师髓。下面曰五听方鼎经论各有殊胜，晓以为无经，悟佛心中，未有证明者。这位显觉大师呢，就该回答安尼讲啦，讲我呢是听这个方鼎经论，就是讲我听这个方鼎经的这个经论。这个方鼎经这个方，就是讲理呢，真正四方真正正。这个鼎呢，就是平等，所谈的道理四方平静。平等的道理呢，这名叫做方鼎。这个方鼎，这应该就是属于大乘经内底的一个通名。咱近代祖师呢，就分这个大乘显教的经宗作为五部。那这个五部就是讲华严八者、法华涅盘以外，搁再立一个方鼎部。凡是对这个小乘名，叫做大咯，叫做大乘。也凡是伫咧说明诸佛菩萨因果事理、行为地段等等啊，拢是属于方鼎部所修。我就是讲菩萨的因果啦，也讲这个事啦，讲这个理啦，讲这个修行的阶位啦，讲伊这个智慧啦、断烦恼的次第等等啦。这呢，拢是属于方鼎部。这个方鼎部内底是以这个大般若经、大方鼎、大集经，可以讲就是最大部的经。大般若经呢，拢总120卷，在这个内底有真正侪微妙法文。其他像讲这个宝洲三昧等经，这是属于修定的法文啦。搁再有占察善恶业报经，这就是说明因果的形象。也通讲三七佛明经啦、广赞诸佛，以及甲药师密的文殊等，或者菩萨功德。搁再有灵溪经，以及甲密严经、亲密经等等就是解说了唯识的道理。也有这个维摩经啦、金刚明经、十月经，这是属于发明心性的经典。所以这个方鼎经呢，可以讲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宽。这个论是啥物呢？像讲中观论、十句文论，以及甲辩论等等拢是属于方鼎部的论。在过去祖师大德将这个中论以及将这个定论，甲当作讲就是属于方鼎之论，因为这个中观论内底所讲的呢，就是属于非常重要的部分。即嘛，这位显觉大师就甲现切安尼讲啦，讲我呢是听方鼎的经论，各有殊胜。各有殊胜的意思，就是讲听一部经呢，有一部经的这个师傅啦。就是讲，一部经是亲近一个人去学习的，毋是讲单单一个语。这正就是说明讲，这位显觉大师啦，伊从真少岁时阵就学习了这个经论，也一时去参学，也一时去听经所以所听的经典非常的多，才讲做五听方鼎经论各有殊胜。最请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